我冇精神病啊，我唔需要輔導啊。其實處理精神病只係輔導中心一部分嘅工作。中大心理健康及輔導中心 WACC 除咗治療情緒病，亦注重建立同學嘅精神健康同個人成長。我哋唔想大學生要捱過大學生活，而係想你建立個性同面對逆境嘅能力，準備好面對將來更大嘅挑戰。除咗情緒病治療，輔導服務亦可以用 coaching 嚟比喻，就好似曹星如、C 朗、李慧詩呢啲頂級運動員，都有教練指導佢哋突破自己。就住運動員嘅長處、短處，教練會制定訓練計劃，幫佢哋建立計劃，發揮所長，檢視弱點，分析表現唔理想嘅地方，作出改善。曹星如可能會俾教練逼佢跑到身水身汗，比賽受傷口腫面腫，仲要放棄好多美食，而最後都係想走出 comfort zone， 有所進步。輔導同情緒病治療都好似 coaching， 係夥伴關係，要共同合作。輔導員會盡量認識同學嘅特點同長短處，分析處境，嘗試一同揾出突破嘅方法，一齊努力，等同學可以將大學嘅挑戰變成突破自己嘅機會。